来，四爷啊，别理他，你还不知道他这性格啊！来，甭理他，咱们喝咱们的，来，好，吃菜。哎，子豪兄，后日就是与番禺队的比赛了，明天你有什么安排？哎呀，那就明日再说吧，容我回去再好好思量一下。哎，其实，在场上，如果咱们能限制对方的发挥，还是有一定的胜算的。啊，这么说来，我们还是有机会获胜。当然了，再强的球队，它也有破绽的。虽然今天的训练真是让我很失望，不过还是没有失望彻底。毕竟场上参赛的人数相当。选手们实力又相差的不悬殊，所以我觉得如果能找到对方的破绽加以利用，那咱们还是有胜利的机会的。几位公子，换首曲子吧。这首曲子我已为这位公子演奏了12遍了。五姑娘，你就随便弄点声响出来啊！我们兄弟几个有要事相商，怠慢姑娘了啊！何昭兄，对待如此好看的姑娘，你怎么能这么敷衍呢？哎，姑娘，弹个清淡点的曲子就好。清淡，就是那种节奏特别慢的，半天不出一声的那种，所谓大音希声啊。大音希声，是为天籁。不知子豪兄对这个大智若愚作何解释啊？解释的好啊，不发一言就解释的如此惟妙惟肖，真是让小弟茅塞顿开啊！什么就他妈茅塞顿开？我什么也没说呀。实不相瞒，小弟今日就是在家中与剑内争执着恼后，才出来散心。能得子豪兄教诲，真是三生有幸啊！没事啊。哎呀，四岳兄过奖了呀。这个其实人人都是有自己的优点的，只是有时候我们被意气之争蒙蔽了双眼，才看不见的。如果只看对方的缺点，那么往往会忽略了对方可爱之处啊。所以你何必要与你的剑内争执呢？这个就好比这个足球比赛呀。是吗？其实看的是什么呢？看的是教练啊。如果这个教练能把自己球员的特点发挥到最大，那么肯定会打好这一仗。那说到打仗，就像战争也是一个道理啊。如果在战场上两军对峙，里边的这个军队数量、装备，还有这个人员素质都旗鼓相当的话，那么就要看领导者。如果领导者能发挥自己士兵的长处，那么这一方就更可能胜利。这个后日，我想番禺队定然会尽遣主力上阵。他们今年还要与我秦家的捷豹队一争魁首。不知子豪兄打算怎样用自己球队的这个优势来对付强大的番禺队呢？不就是来商议这个事情吗？这些事儿还得明天训练了再说啊。无妨，咱们都是自家兄弟嘛，本来就是来商议的啊。自从夫君失忆后，就什么都不记得了，像个不谙世事的孩子。那他发明了九花一路、土电话，还有卫生巾呢。也是，也越发聪明可爱了。姐，哎，这侯爷府得多大呀？比咱家这宅子可大多了吧？可不是这么比的。那侯府毕竟是侯府，是皇上封的，有封号，有威仪。咱这宅子再大，也不过是民宅罢了。什么时候姐姐也带我去侯爷府住一阵的？
让我也沾沾姐的光呀。那是自然。等你跟二女把这花露水的事儿弄好，什么时候想去，跟姐说一声，马上派人来接你，一言为定啊！啊，对了，方才小弟听闻了子豪兄对用人方面的见解，令小弟叹服，颇有当年曹公唯才是举的风范。但是刚才所说的什么攻击型前卫、防守型前卫，小弟听得糊涂，不知子豪兄可否指点一二啊？哎呀，这些都是小弟对场上不同位置做的命名。哎呀，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呀！10个人的队伍，竟然没有如此多的变化，这哪里是在踢球吗？这简直就是兵家之奥义呀！子豪兄大才，小弟佩服。夫君在做什么呢？二女，哎，还叫顺嘴了，人家都在陈家庄呢。看来今夜本侯爷就要独守空房啊！作死啊你！吓死我，你好改嫁是不是？信不信我抽你？夫人没回来，你怎么先回来了？哎，在装？信不信我再抽你？夫人说，老爷今天没人服侍，让我先回来。走。都是妾身不好，让你独守空房。干嘛？里边先不更，洗完澡再说。手，握哪儿呢？夫人说要过2天才回来，让妾身好好服侍夫君。我今天又是赶路，又是应酬，又是训练的，累得我腰酸背疼的。你给我摁。好的，夫君。好好说话，好好的学人家干嘛？夫君不是喜欢夫人的样子吗？妾身在学习呀。夫君你不喜欢吗？我当然不喜欢。平时好好的，改什么风格，跟什么风啊你？那妾身又不讨夫君喜欢，当然要学别人的样子了。谁说我不喜欢了？你先跟我说说，你跟陈家商量的怎么样了？花露水的事我都交给你了，你可别马虎。还学会耍脾气了是吧？哎呀，要说喜欢呐，老爷我最喜欢你了，快给我讲讲合作的事儿啊，乖。不一样的，妾身要的是夫人那一种。夫人是哪种啊？就是那一种。哎呀，胡闹，不说算。哎，不早了，你赶紧回去洗洗睡吧。不嘛，夫人让妾身好好服侍夫君。夫君，妾身还没跟您说花露水的事。哎呀，要说你就好好说嘛，你这样腻在我身上，我没法思考了。夫君，你不知道，你一走，陈家就改了条件，他们欺负我监视上。什么？你没跟夫人说吗？夫人不管吗？夫君，你别生气，这事儿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。你今天累了一天了，咱们上床上慢慢说。二女应该到家了，也不知道和夫君睡了没。哎，你别哭了，你快说，我没死，还有人敢欺负我们家的人？哎，你快说，陈家到底怎么欺负咱们了？陈家怎么妾身了呀？妾身听不明白，那不都是夫君跟他们说好的吗？妈的，被这丫头算计了，敢骗我上床，这是诱奸！夫君，
你看切身新绣的牡丹花，好不好看？哎，我去，别闹了！你再过来，我抽你了啊！哎，你干嘛？哎呦，你洗脚了吗？臭臭的，你去洗洗去。臭臭的吗？夫君的心跳得好快呀！二女，你给我正经点。你今年快15了吧？你明天去把抓髻挽了吧，跟夫人弄成一样。夫君，哎，你别过来，再过来我真抽你。就给你个名分吧，明天你把衣裳、发髻都换了，今晚就睡这儿吧，不许胡闹。再胡闹我可真生气了。那夫君不是说给妾身名分吗？名分可以给你，实际的现在还不能给。你才多大呀？我这是保护你、爱护你，万一你不小心怀孕了，再弄个一尸两命，我多伤心啊！你再好好长几年，好好发育发育再说，明白吗？那妾身明天还换不换装束啊？换吧，折腾这么半天，总得给你个说法。以后不许这样了啊，弄得俩人都难受。夫人那边你别管了，我去解释吧。夫君。哎，你怎么又来？哎呀，哎，好了好了，你给我好好的躺在这边，把被盖好，不许乱动了啊！二女，二女，这丫头刚转正就不务正业，回头我非得抽她不可。先把筷子给我。哦，来一请药。二女呢？啊，不知道呀，一大早就在房间待着呢。这丫头，回头我非得好好收拾她不可。你去吧。啊，是。夫人不在，你们就敢偷懒了吗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快给我撤！哦，是。夫君，他们做的不够好，妾身去厨房监督他们重做。这个丫头片子连这个都知道，学的还挺是那么回事儿的。看来她已经把禽兽这个称号死死的扣在我的头上。坐坐坐。子豪兄，你发明的那个足球啊，爷爷很是欣赏啊。他跟同僚们一块商议，要将此球大批量生产，从今往后，无论大小赛事，皆用子豪兄所发明的足球。子豪兄此举真的是功莫大焉呐！哎，过奖了，过奖了。啊，你还傻站着干嘛呢？去给我们俩煎壶茶吧，去吧。是夫君。啊。书房呢？不用你管，说正事，说正事。也好也好，说正事说正事。妈的，这屎盆子是摘不下来了。那明日一战，子豪兄可有打算呢？昨天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咱们不无胜算。真有胜算啊？真的呀。关键是我们要把握好战术战略。从你给我昨天的那个资料上来看，分析了一下。番禺队有几个技术体能都特别出色的核心球员，而他们的战术就是根据这几位球员来定制的。番禺队今年一共输了6场比赛，其中3场是因为防守型球员乌索缺席，还有连输了2场是因为攻击型球员苏玲缺席，还有一场输的最惨的，净输别人6个球啊，是因为苏玲和乌索全都缺席，所以
你明白这其中的玄妙了吗？团队意识差是我们最薄弱的环节，一定要尽快纠正才行。还有，明天的推演，就是为了让那些球员能在球场上懂得各司其职，这样才能发挥我们团队最大的凝聚力。我说你且慢，你说了这么多，我听得云里雾里的，需要些时日来消化。明天就比赛了，咱们聊点实际的吧。哎呀，这事到如今，也只能懂得临时抱佛脚了。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嘛。你还记得那天球场上训练球员们打起来的事儿吗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哪壶不开提哪壶？不是揭短，是就事论事。哦，哎，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。好比现在我是踢人的人，你现在就是那个挨踢的啊。疼不疼？没感觉。没感觉怎么行啊？那我该怎么办嘛？这样换过来，你踢我。哦。哎，轻点，轻点，轻轻的，轻轻的。我腿断了啊！哎，你怎么这么狠？我没使劲啊！你不行，夫君，我站不起来了。哎呀！夫君怎么了？哎，好了，别打了。你装死啊？这个叫假摔。你试想一下，如果场上裁判看到此情此景，会作何判断？他肯定是先把那个踢人的把他罚下场，然后这个时候你再像一个英雄般的站起来，返回赛场。高，实在是高。但是你要记住，一定要像英雄一般的站起来，像一个轻伤不下火线的英雄。这其中的表演，就要靠你自己揣摩了。听君一席话，胜衰10年交啊！多谢子豪兄赐教，我这就传授给兄弟们了。好玩吗？想看球吗？明天带你去。夫君，哎呀，好了，松开，不然抽你了啊！夫君，子豪在这一集里可谓享尽人间艳福啊！足球、美酒、美女，跟我没关系。下一集，子豪带着二女去看球赛，子豪的战术已受到了兰陵公主和程咬金一致的肯定，一时间让他风头无两啊，成为长安城炙手可热的人物。夫君。